因为我本来我做细就有学音乐啊，然后细就我卡较无钱无学过钢琴啊，吼，就学用的学校的叫那个盆喇叭的乐器啊，吼，就学到当乐器，国中开始就学乐器，国中、高中一直到退伍，做补吹咩都补吹的叫的军乐军乐队啊，做音乐。当然讲你还讲技术方面的东西啊，不过我弹音乐真係彈當多，我細乜嘅音樂都彈，但可能就對後來做音樂也創作音樂也輕重要嘅養分。有一隻關鍵吼，當本來開始我想一下客家歌就會彈到吳勝之嘅音樂，差唔多1988年左右嘅樣子。彈到吳勝之嘅吼，我感受到佢老愛用嘅線條。做得夾袂到安樣吼，因為講，因為佢還有樣使用音樂嘅一種變法，還有創法。啊，有擺就多一隻，我從頭我去一間叫個酒吧，就唔多就多陳升哦。啊，我在之前我下當到歌，我自家當到做當到 demo 咩，我就同伊講，我講，應該陳升冇用係啊。我講我要對個音樂啊，你可能有興趣嘛吼。伊講乜個音樂，我講比林強嘅較厲害嘅音樂啦。伊講唔做好多歌啊，我講唔咩客家歌。伊講嚇乜個講客家歌？那個乜客家歌？就後來第三年我就簽佢，就按樣就認識咧呀。剛開始，一開始嗰樣是1996年嘅時間，我30歲嘅時間。啊，後來32歲啦，發第一張專輯對。其實我過去都全部都看到去做客家音樂，其實不止像樣嘅吼神法動啲多嘅樣嘅故事，也係講記錄人人生，也係講騙人嘅故事啊吼。其實做到背面唔會人想講，尤其吼我到台北我已經30年了，你前面有個行業就都冇按樣多機會去講咪錯嘛吼。冇機會講嘅話，你就一聽，你會想講寫出來嘅東西，可能連自家都冇乜個，自家都冇乜感動嘅。嗰種我會想講，係唔係硬下我轉移你物價賺？如果轉移物價賺嘅話，你問題是當現實啦。你到台北賺定嘅人、黑定嘅人，物價生意都脫數。你唔做唔得想我講唔起來做起來嘅吼，嗰陣我睇我就想到講啊，多咗嚟唱客家歌，多咗嚟唱呢啲山歌咁樣。嗰陣時總嘅睇到去過2年，吼，去2年做客家山歌嘅採訪，啊，2年行轉嚟之後吼，你就冇貼喺真理哦，完全冇真理哦，就記住定下嘅深度吼，見到嘅點樣講咯？影響咧，啊，原來做安樣，好，你做你做音樂嘅養分啊，一個底蘊啊，吼，喺度做，將我做個山歌一條，將我就往內都，唱片也難賣啦，啊，你就有樣覺醒就講吼，我一賣唔出，我就一上個來賣，一上來做，後來咩都擺面啊，吼，賣唱片唔係充電嘅，做文化變到充電嘅呀，就變到安樣嘅。你就變到人講，啊，反正按樣唔會我都市咪錯嘛吼，生意咪按俗態嘅，按做下嘢嘅，變到漸咩人自家有一隻使命感嘅吼，你有樣使命感之後咧，你就因為講你做了條東西唔係為人自家做嘅，為人下台做哎樣。12月27號咧，我黃連玉還有個同二流樂團在高雄美麗島前運站有精彩嘅客家音樂嘅表演，歡迎大家過來了。